韩公开一项新的大型导弹火箭炮系统，强调规个南韩拢伫咧射程范围内。这2天已经连续射4粒飞弹。昨墨西哥北部有武装分子在装甲车冲入监狱发生枪战，已经有14个人死亡，阁有24个犯人逃狱。中国吉林伫咧结冰的茶江湖顶悬落空下网啊，用马车甲鱼游起来，一届就当获几落万公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的头一站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况。罗西亚伫咧迎接新年这2天嘛，继续咧拍乌克兰，完全唔放休喘。敢若算罗西亚有承认的攻击，就有射31粒的飞弹，甲12架攻击。乌克兰迄边是表示讲，有甲45架无人机拍落来。咱来看边仔这张图，风拍落来，罗西亚无人机顶悬竟然是有写新年快乐的字，佮画礼物的图样，实在是真白目。2国领导人针对目前的战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因伫咧今年，也就是2023年一定胜利。也若是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继续为家己侵略行为，甲伊讲甲合情合理。伊是讲，照道德甲历史来看，拢是因着，强调拢是西方国家想利用乌克兰毁掉罗西亚。这栋病院内底建筑壁破真侪空，满地碎玻璃甲红牙面层的碎片。伫汉尼梅正值新年的几6点钟内底，俄罗斯继续用大量的飞弹甲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其他城市。今日是乌克兰哪早拍落来无人机都有45架，互民众无法度放轻松迎接新年。Власно, очі бачили, як працювали ППО, були вибухи, були розриви. Ну, ми вже чули, також знаємо звук ракети. Проліт це ми дуже гарно знаємо. Ми знаємо звук дронів. Дякую нашим повітряним силам, льотчикам, зенітникам. 33 шахеди на їхньому рахунку. Дякую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ій обороні наших сухопутних військ за ще 12 збитих іранських дронів. 俄軍伫31就捌大規模攻擊烏克蘭各地，造成至少1個人死亡，甲包括日本記者至少20個人受傷。基輔當局表示，俄軍一直用無人機攻擊基礎設施。而俄羅斯國防部嘛，伫7月1日已經伫過去24點鐘內底，對烏克蘭全國發射31架飛彈，甲12架空襲，針對製造甲保管無人機的相關設施做攻擊。Также поражены стоянки хранения и места запуска ударных беспилотных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Цель удар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Пла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совершению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так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рваны. 对此，泽连斯基认为，普京打咧毁掉家己国家的未来，认为俄军真惊吓，因为因咧面临失败，无人机、飞弹甲其他的物件会当帮助俄军。伫乌克兰真团结的同时阵，俄军心内是真惊吓。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北韩伫咧旧年的上八天公开一项新武器，600米的大型导管火箭炮系统。这火箭炮系统的口径代表的是会当按偌大粒的炮弹。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场的主力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口径才227米。北韩这套新的是海马斯系统的2倍外。咱看边啊，这张图，一只车是会当载6发炮弹。而且北韩是强调讲，这款火箭炮系统唔乃当射底挺飞弹，阁会当到核武器。规个南韩拢伫因的射程范围内。自去年12月31到今年1月初1这2天，北韩是已经连续射4粒飞弹。北韩的官方媒体是强调讲，拢是用这款新型的系统射的，目的就是要等候国际看，讲因的武器唔是做好看的尔。因的领导人金正恩阁呛讲，含想都免想，南韩绝对是因的敌人，阁宣布要传加倍核子炸弹。北韩以大场的暗会甲烟火歌舞表演迎接新年，金正恩甲民众同乐唱歌跳舞，看起来真好评，军事动作并无停休。伫12月31日发射3粒长程弹道飞弹，击到东海目标了后，北韩伫7月透早又搁发射短程弹道飞弹到日本海。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这2天的导弹拢是为北韩军工产业部门精选予劳动党的超大型导管火箭炮发射的。目前已经交付30套予北韩军方使用。北韩领袖金正恩31日出席精选仪式，表示这套武器会当克服地形机动性悬，射程包含规
围的南韩地区，也阁会当搭载战术核武，会成为军方主力。伊迄天伫劳动党大会闭幕的时阵表示，南韩已经变做是敌人啊！目前的状况凸显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的重要性甲必要性，要求增加核弹持有量，互国家的核武库指数级成长。尾仔就带家己的查某囝金祖爱做伙视察弹道导弹武器库。对啥代志，南韩国防部提出警告，北韩若做想要动用核武，会造成金正恩的政权终结。 박정춘 동지를 해임하고 리용길 동지를 당중앙위원회 비서로 선거했습니다. 去年底拢总6天的劳动党大会，一个决议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其中上受注意的就是北韩人民军1号人物，当时也是金正恩长期亲近的朴正天，互人免职，由国防相李英杰接任。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一架中国的侦察无人机飞过Okinawa甲京古岛之间的海峡，伫咧东海甲太平洋来来去去。日本的自卫队战机是赶紧升空应对。这是中国无人机头一届出现伫咧Okinawa周边。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为了对付北韩的核威胁，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是表示讲，南韩甲美国正咧计划要做核武器战略的联合演习。尹锡悦嘛讲，愿意甲北韩会谈，不过若是会谈只是要搬戏，就准拄煞。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警方使用监视器、无人机等等的科技产品，有1/3拢是中国制造的，这对英国国家安全恐惊有真大风险。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前教宗本笃16世丧礼1月初5举行，由现任的教宗彭世国亲身主持。本笃16世病逝了后，梵蒂冈当时有2位教宗在世时代就结束啊。小尾是华盛顿邮报，巴西新任的总统鲁拉就任，前任的总统波索纳罗唔愿出席交接的仪式，而且波索纳罗是惊讲落任了后会去互算总校，会去互抓起来，转走去美国。那听到中南美洲，拢会感觉讲政局真乱，经济无稳定，乌道毒品的问题真严重。在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竟然有武装分子驶装甲车冲入监狱，发生枪战，已经有14个人死亡，各24个犯人逃狱。其实华雷斯这个城市，会用讲根本是毒贩帮派拢比政府搁较大，但不过是都有动刀动枪的冲突。监狱内底无共派的犯人拢爱分开关，不过去年的8月也是发生烧毒拍死人的代志。甚至阁引起监狱外口的帮派动乱，结局是有11个人死亡。最近25年，因为毒贩烧毒、警匪冲突，就有要挖1万人死亡。这当中当然嘛是包含真济无辜的变性。今年新年的头一天，当地就发生装甲车冲入监狱这款大代志。伫咧这件大代志发生之前，同一天，市区就有警匪对徛武装冲突的代志。当地政府是正咧调查，讲这3件代志敢有关联。也若是装甲车冲入监狱的目的到底是啥？敢是为着要甲某一寡犯人劫走，也是阁是因为卖毒集团咧烧毒？警方也搁咧调查当中。这家家暴力事件发生了后，真侪犯人家属拢赶来关心，真侪提前军警也就伫现场。墨西哥检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日透早7点左右，向手驶防弹武装车。到这个伫咧美国边界，多次华雷斯夹角了后，就开枪对甲警展开攻击，引起夹角暴动。混乱当中造成10名甲警加4名犯人死亡，13人受伤，也有24个犯人逃走。Pues ya está uno acostumbrado, no crea, porque ya han hecho varias veces estas cosas, pero pues a como les disparaba a la gente, sí me asusté porque les daba quemarropa. Y a todos los carros o lo que se moviera, él le daba. 犯人家属指出，凶手穿雨衫比警方武装更较强，为现场留落来枪支甲枪来看，歹徒明显有准备。墨西哥军警伫案发了后5点钟总算接案局面，不过目前也无清楚歹徒的身份，检方咧深入调查。这家遭受攻击几分钟进前，附近街路北部县警匪烧烧，有4名歹徒被抓，一部卡车被扣留。另外，迄一天伫华利斯，另外一个市区
也发生一件武装攻击，有2个赛车凶手互警方断死。这2案件是毋是甲劫案代志有关系？爱去调查。绿色岛定定加加暴动，去年8月，同一间加就捌发生一对帮派冲突，造成11人死亡。花莲市当地梅毒乌帮，搁较唱讲过去15年来，已经将近1万人都安尼死亡。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顶礼拜日，越南有4个囡仔伫咧西港的桥附近捡歹铁啊，其中一个囡仔煞是跋落安文土港。这条安文土港是有35米深，不过煞干那25公分宽，大人根本就无法度入去，是真歹救人。这个囡仔到今已经掉伫内底2天啊，目前是靠上锁桶勉强会当喘气。救援团队即马是正咧研究讲，要安怎利用大型的机具甲安文土港用好歹，搁袂去伤着囡仔，正咧拼时间救人。真侪救援人员伫咧工地想要用大型机具破坏安文土港，边仔看的民众是真着急，因为安文土港内面有一个查甫囡仔掉伫咧内面。救援行动已经进行到第2天暗。顶礼拜六，越南的东塔省有4个查甫囡仔坐飞机，一个抑搁伫咧西港的桥的附近捡歹铁啊。其中一个身材较细汉的查甫囡仔，无顺利爬入去安文土港内面。虽然其他囡仔是走去找大人，不过这个港的跨度只敢25公分，深有到35公尺，所以真歹救。因为安文土港内面真花，救援人员无法度用塑胶甲囡仔绑掉的拖菜，想要破坏安文土港的外壁，用起重机甲安文土港救菜，不过摩擦力伤大，就要会当负担150吨强劲力的机具，才有法度甲这个安文土港挑菜。但是越南当地无适合的机具，所以就算已经做了10几公尺深，也是无使掉。这个查甫囡仔厝内环境无好，爸母拢伫咧做工。伊老爸听到消息了，随赶到现场，一开始还阁听到囡仔伫咧讲来喊救人，不过10几分钟了就无听到声音。伊老母听到消息了，是规人昏去。救援人员一直换氧气筒，互这个查甫囡仔会当维持喘气。至今嘛，这个查甫囡仔情形真稳定。救援人员已经出动超过100人，派3台卡土机加1台起重机，也向附近的地区请求支援，调1台软土机来，希望争取时间赶紧把囡仔救出来。公司新闻牛言编辑。来看中国疫情的状况，因为中国疫情是拖甲真严重，死亡的人数已经是坐甲火化场拢烧袂赴。不过这个时阵竟然是有人咧贪乌心钱。讲加纳2000块人民票，大概是1万块的台票，就当买到火化名额。伫上海嘛出现直接伫咧室外烧遗体情形。今年这个新年假期是中国关3年解放了后的头一个年假，有真侪人拢烧钱出去旅游。不过这恐惊嘛，互疫情更较失去控制。伫边机馆门口排队是排到落长，这民众是为着要领逐工限量火化的号码牌。中国官方公布死亡的人数，甲实际上明显有前差。毋但出现替人排队的黄牛，民众业甚至还阁出现无心的中人，乌白共绑架，用较贵1500块至2000块人民票不等的费用，替人插队抢名额。这人嘛，互警方逮捕。嘛有上海的民众因为排队排无，无法度搁等，甚至直接伫空地啊烧遗体。毋但火葬场无够使用，有民众翕到连金刀翁也都欠火，直接用地底叫民众来认领。虽然即马中国疫情是真严重，毋过拜6礼拜是解放了后的头一个元旦假期，北京、上海甲武汉等等几个城市，行年暝出现真侪人阵。伫咧河南有少年人想要放烟火，毋过煞甲警方起骹动手。1月7日元旦，北京有袂少民众出门佚佗，虽然烦恼会去画着，不过因也是想要去过节。他是大概有快2、3周都没有出门，然后正好赶上元旦。这种解封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也不用再去扫这个健康码，也不用再验一些健康宝什么的这个行程码，所以说自由了。今麦中国甲香港拢大幅度取消防疫措施。而且嘛准备要恢复边界儿通关。香港政府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当局当地拍拼争取，上早会当伫1月7日落实头一个阶段通关。通关的初期，往回人数会有配额限制，旅客拢爱做核酸检测，确保是阴性才会当通关。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的外交部长换人啊，是由56岁中国驻美大使真公接任，这做中国60多年来上届少年的外交部长。这国际上界关心的，就是伊敢会改变外交的风格，会较柔软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已经甲真公联络过，强调美国甲中国会保持沟通。2023还未开始，中国就成团出人事变动，人大常委顶礼拜五决定换外交部长。决定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这任的真公只有56岁，是中国60多年来上少年外长，伊被看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助手。消息一出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上改通电话，表示美中会保持沟通的管道。过去，伊捌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甲副部长，2021年7月开始做中国驻美大使，任职17个月。虽然任期真短，不过说是美中关系尖峰相对的时阵。Taiwan is China's Taiwan. Why would some people trample on China's red line on the Taiwan question, while emphasiz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 the Ukraine issue? This is a typical double standard. 金公捌互媒体压错伫私人场合爱被公官员点点来讲话，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甲其他中国外交官员的报道，伊讲话较谨慎，不过华府的副专家过来议证会，心讲议员会听习近平甲王毅意志来做代志。因为做将近10年的外长职位，王毅除了伫去年1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来开始佫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做中共当中央外交国安的第一人。公司新闻齐婉玲报道。美国的众议院换新了后，共和党的众议员就会占较济，共和党成做众议院的上大党，对前总统 Trump 就会较有利。所以，顶礼拜五也是民主党掌权的众议院，就赶伫咧任期结束之前公布前总统 Trump 纳税的资料，也靠 Trump 是软法律看旁逃走税，甚至有一寡年度根本都无纳所得税。I paid $38 million 1 year. I paid $27 million. Show us your tax one year. returns. I went. You'll see it as soon as it's finished. You'll see it. 美国前总统 Trump 税务资料的问题已经轰动真侪年啊。总算伫顶礼拜五公开，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顶个月30公布 Trump 伫2015年到2020年，也就是伊竞选的迄卡刀，甲做总统的期间纳税申报表，甲相关外国的口罩，也有伊下底公司的业绩等等的资料，全部拢公开。即马 Trump 是佫换一个讲法。Although these tax returns contain relatively little information and not information that almost anybody would understand, they're extremely complex. The radical Democrats' behavior is a shame upon the U.S. Congress. 因为美国总统甲总统候选人拢有公布纳税资料的惯例，不过 Trump 甲人无共款，坚持讲报税资料是温书，几业界继续公开，一直到去年11月份，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有权力摕到伊税务的资料，因若上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因为 Trump 甲因牵手梅兰妮亚讲有大条的扣除额甲财务的损失，所以因伫2015年到2020年，真少甚至是完全无纳联邦所得税。These are techniques that Trump has used and Trump has bragged about in some respects, that he uses losses on properties to offset his taxes, and we see that reflected here. 这避税方式敢是有合法，也会调查。不过，对已经决定2024年要拼东山再起的 Trump 来讲，可能改面对法律的问题。尤其是伊伫去年底宣布参选了后，伊的声势甲几个月前来比，会当讲是土互土。共和党的党内已经无遐尔注重伊啊。新的一年，互伊头壳摸咧小的代志，要一头拉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前天主教的教宗本笃16岁过身，预计是1月初5办丧礼。咱台湾是由天主教起司头衔的前副总统陈建仁代表政府出席。2月7日礼拜2到了是2023年第一天，也都是天主教的天主祭宝节。梵蒂冈甲全球的天主教会拢举行元旦弥撒，佮纪念这重要节日。不过今年新年弥撒，因为2013年生前退位的前教宗本笃16岁进前过身，这互梵蒂冈伫一片的假期压当中。
E oggi affidiamo alla Madre Santissima l'amato Papa Emerito Benedetto XVI perché lo accompagni nel suo passaggio da questo mondo a Dio。 这个巴伐利亚人口只有数千人的小镇马克特尔，也就是本土16世故乡，当地小教堂也甲全球的天主教会同款举行新年元旦加弥撒，同时为本土16世表达哀悼。主持弥撒的神父用本土16世圣人讲道的训示，勉励信徒坚持家己信仰，唔通受世俗的迷惑。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Geschichtsforschung, besonders die Exegese der Heiligen Schriften, unwiderlegliche Einsichten vorzuweisen hätten, die dem katholischen Glauben entgegenstünden. 本土16世不止从数百年来罕见的圣人体位案例，将近8年教宗任内，评价也是有好有歹。亲戚甚至人员性侵的受害者甲家属，因为本土16世只顾袒护教会无落实公平正义。另外，本土16世坚守教会信仰的立场，也号召清晰自由派团体予一个上帝罗维纳敬恳的称呼。公视新闻时间真便宜。中国吉林的茶间湖寒人有一项特殊的猎鱼活动，会伫咧结冰的湖面顶悬落空下网啊，用马车甲鱼啊扭起来，一摆就会当好几落万公斤，有一点亲像咱台湾咧看歌的方式。这游客就会专工去欣赏这壮观的景象，顺手买几只现捞啊当去厝煮好了的。居民牵马来已经结冰的湖面准备掠鱼，你无看唔到的，吉林省茶间湖的擦边掠鱼柜进前闹热举行，当地民众用马、西林拢扭甲盘，甲冰下的网啊扭起来。当年12月底，有420平方公里宽的茶间湖，湖面完全结冰，冰层有50公分高。居民利用蒙古族留来的传统掠鱼法，先擦冰放网啊，民众到尾啊全部手提出网啊口，到静候欣赏活跳跳的鱼啊跳出湖面。说这个渔网特别大，而且这一次一次的在拽网这个过程中特别好，你知道吗？就上鱼啊，那感觉特别幸福，就特收获满满那种感觉似的。这项擦冰掠鱼活动，听讲伫辽金时期就已经有啊，离即马差不多有上千年的历史。伫正式放网进前，民众先举办总团佛教的祭祀仪式，祈求喜喜大丰收。五彩缤纷的旗啊、甲粉烟也变作活动的焦点，吸引各地游客来这共同参与。收成今年还算比较好，产量已经达到了150万斤吧。民众看介意倒一尾，当会当现场买转去。一个女士讲真满意，这个活动要进行1个月。虽然已经进入寒冬的茶间湖，温度伫零下10外至20外度，不过闹热的擦冰掠鱼活动，让现场规个热起来。民众也期待新年会当年年有余。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意大利最多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已经有900年历史。不过，当年的寒人拢是会拄到淹水的情形，这灌入去个拢是海水。这咸水对古迹来讲是真大伤害。为着保护圣马可教堂，意大利的建筑师就伫咧教堂外口搭玻璃的烂闸来查水。虽然讲是无介好看，不过保护的效果也是袂歹。民众行伫咧机关的茶房顶头，下看的水是淹到骹盘才悬，这是意大利最多威尼斯正特别的情形。有人穿雨鞋行路就无受限制，也阁有900年历史的圣马可大教堂，内面珍贵的马赛克地砖加大理石的条画，是挡袂掉海水盐分的侵蚀。当局为了要保护这款古迹，伫咧教堂外口架玻璃闸门挡海水，民众对安尼施作也表示赞成。C'est pas très joli, mais c'est mieux par rapport quand il y a la montée des eaux pour protéger les mosaïques. It's protect. It's a cultural treasure. It should be protected. 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地势上低的所在，比海平面国家低64公分。自1872年威尼斯有调水管道的记录以来，有25遍超过140公分，而且敢若2019年11月12到12月23这段时间就发生过5遍，所以才用这种玻璃闸门挡海水。La barriera che è stata appena inaugurata nel suo funzionamento serve a impedire che le acque alte finalmente bagnino ancora il piede della basilica all'esterno e anche nel suo nartece, cioè il portico d'ingresso che sta appena al di là di questi portali.
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更加严重。当局也搁开60亿欧元，要甲代票2000亿，伫咧内海入口的海底做78度活动式的爆发，海水若涨，伊就会升起来冻海水。 It was very exciting the morning that they first went into use, and to see the photographs of the water basically being held in the piazza and not in front of the church. And I ran into a group of Venetians that morning who were saying, "Oh, this is a day to celebrate. You know, finally our basilica is dry." 玻璃闸门甲活动式的爆发，拢只是圣马可大教堂治水工程的一部分。以后建筑师还会伫咧圣马可矿场下骹做排水道，将内海内面的海水淹开，彻底解决淹水的问题。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